要带大家来看看实习生在电视台的一日生活。集合，立正，稍息！实习生们听好，要成为公司的一份子，所有事情都要细心细意、详详细细、清清楚楚。每天早上动吧动动，准时打卡。交办的任务一定要做到好些好些。给。请赶在直播之前，把这份主播稿拿去给在主播室的桑桑。准备 OK， 实习小白出发。不过，主播室在哪啊？太强嘞！刚刚只顾着快点应付阿狸姐，完全忘记问这个出街问题呀！总之，先找摄影棚就对了。干什么？找到镜头了啦！原来 VTuber 是这样拍的哦。又要重录了啦！干嘛呢？走开！搞什么东西啊？天哪，这又是哪里？节目都要开演了，你怎么还没化妆？快过来，要化的点先才行。不对，我不是。抱歉，没关系啦。你怎么了？跑得 hi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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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富滚。主播稿快来不及了！你怎么迟到了？赛换装上工了。危险！珊主播，我送最新的主播稿来了。谢谢你哦。辛苦你喽。各位观众朋友午安，欢迎来到 LapTap 新闻台。马上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。难道说那星星喵喵的那个人就是眼前这位集团的少爷吗？